Hello，大家好。日前有朋友喺 Threads 度 at 咗我哋嘅 account 咧，就提供咗鄧龍威嘅出生年月日，咁想我試下分享佢嘅命局，睇下揾唔揾到佢四人八字。咁佢出生嘅呢一日咧，有兩個時辰，一個時辰咧20幾歲有個意外劫，但係咧就冇持續性坐監嘅危機。另一個咧就直情同佢嘅命局係完全一模一樣，包括外表，包括面上，所以我好肯定呢個四人八字係啱嘅啊。咁而我會透過佢嘅性格啦、佢嘅行為啦、佢嘅運啦我會分析俾大家聽，可能咧對大家去對呢件事嘅睇法咧，可能有另一個感覺或者感受嘅。我哋先由佢嘅命局去判斷佢嘅情況。佢1971年出生，紫微破軍星坐命，性格會有啲高傲、木獨、慢熱、有佔有慾、自我中心，係有一啲反傳統嘅性格，或者咧當人批評佢，越批評佢，佢可能越做相反嘅事嘅。咁所以當刻佢被捕嗰刻個反應，絕對係呢個命局啦。第二，佢爸爸明明當差嘅，但係佢13到22歲嘅實際年齡咧，天機星坐命，但係太陽星化忌喺夫妻宮對住事業宮嘅時候咧，佢好早已經出咗嚟社會工作。23到32歲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好明顯見到第一樣有意外劫，第二樣嘢有機會牽涉撈偏嘅。以性格命局裏邊嚟講咧，佢絕對係會做一啲有踩界行為嘅性格嚟嘅。而破軍星咧，始終咧係有種反叛、反駁或者唔甘心嘅情況。我哋再深層次了解嗱，之前嘅美國總統拜登係紫微破軍星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又都係紫微破軍星。咁早嗰排咧有一個人咧就曾經一單世紀嘅一單咧嘅官司啦，嗰個人叫陳振聰，都係紫微破軍星。呢個命格會有啲型叻，有啲自我，佢覺得嗰樣嘢係咁，佢就要去做嗰一樣嘢。咁當然陳振聰都有行23，而家鄧龍威23到32歲嗰個運嘅嗰陣時咧，佢得到一啲錢，但係之後因為咁樣惹到官非，而佢23到32歲行呢個運咧，係有機會做踩界嘅行為。起碼大家了解咗呢一樣嘢先。嗱，1971年發生事件，發生於2000年，咁佢23到32歲嘅時候，呢件事發生，佢實際年齡應該就29歲啦嚇。咁佢23到32歲10年命宮就左上角嗰個位冇星嘅，10年嘅遷移宮咧就喺先天嘅事業宮有個文昌化忌，再出現咗廉貞貪狼星嘅化忌喺佢嘅遷移宮。當時我行過呢個運㗎，我自己嚇，我父母破產，跟住之後我自己有一個接近官非嘅事，我有交通意外。如果我有外出，可能我有生命危險嘅。呢個命局有可能發生嘅事。但係鄧龍威先天事業宮已經有文昌廉貞貪狼化忌，其實等同於命中係會有官非㗎，呢度見到嘅。但係如果我喺2000年流年命宮裏邊去睇，流年命宮係太陽星化祿嘅，流年嘅夫妻宮係天同星化忌，佢可以係分手。咁呢一年裏邊係唔係話佢自己會作奸犯科而被捕呢？我睇係冇嘅，冇。但係佢有冇作奸犯科呢？我覺得係有嘅。咁但係問題被捕之後，佢嘅行為去判斷出嚟，而佢做嘅嘢係對佢有官非而有直接嘅影響嘅。我哋大家睇一睇埋下一個先。整個23到32歲都係有官非嘅財劫嘅，有官非嘅財劫。咁但係問題就係咁，佢發生時喺2000年。有得走嘅，絕對有得走。流年太陽星化祿，錢解決多個問題，有人都可以解決到問題，有貴人有機會解決到問題。但係2000年如果冇解決，佢個劫去到32歲，即係話佢個劫如果我哋踩正個劫，件事係好嚴重。佢個劫最嚴重，第一個劫係1996，係啦，第一個劫係1996。第二個劫嘅話，如無意外係呢個2003年，係再大嘅劫。第三個劫就係2001年。咁喺2001年呢一個係叫6年忌。一個人如果喺6年忌當年犯罪，係100%終身監禁，冇得走㗎啦。即係如果犯得嚴重啦，如果佢譬如話販毒嘅話，喺香港都未至於會終身監禁。但係佢
有個咁大嘅劫，佢喺2020年有機會解決嘅，好似話俾20萬出嚟，可能就有機會解決喺度。但係當刻佢決定佢嘅性格唔去做呢樣嘢。睇佢嘅相，睇佢外表咧，佢係有踩界。佢同佢嗰個 partner 嗰個朋友，我相信認識，我覺得嗰一個人咧都係嗰個張太和嚇，佢真係撈偏嘅。我覺得嗰個人有掂毒品，嗰個人係俾人跟嗰個人嚟嘅。但係問題就係咁樣咯。咁佢牽涉喺嗰陣時，佢自己係有一啲想踩界嘅行為，但係而家牽涉咗喺呢件事裏邊。所以當刻如果我睇過命局咧，佢真係俾人屈嘅。但係有時咁講，佢冇呢一刻冇2000年冇直接處理佢，而去到2001裏邊想處理嘅時候，冇得處理㗎啦，所有嘢入晒㗎。跟住再去到2011年先真正判嘅時候咧，佢係喺嗰個歲數咧，2011年咧就喺33到42歲中間咧，就係一個超級嘅交友劫。再衝咗先天嘅文昌化忌，10年嘅武曲文曲化嘅交友宮，流年嘅都係文昌化忌，佢真係等同於我哋紫微斗數昌曲數仲升齊晒嘅，佢加埋有廉貞喺隔離，絕對係官非嘅，所以2011判又係冇得打嘅，即係話有時我哋有冇官非一件事，判斷嗰一年第一樣嘢，如果我哋2024冇足夠嘅官非劫，佢10年佢有走賺，但係佢一定要喺當刻走賺，但係佢一跌咗入2001同2023係必敗無疑，呢個官非係入㗎啦，所以一定要喺當刻裏邊即刻去解決，尋求解決方案，或者有冇貴人，或者有冇錢去點樣去處理嗰件事。佢喺佢自己43到52歲中間咧，2017年嘅時候做咗一個好勁嘅 Facebook， 有幾千人 follow 咗，咁啊寫咗2本書，咁嗰2本書分別就係黑獄嘅第5730日，黑獄嘅第6330日。咁當時惹起咗社會關注。其實紫微破軍真係好識製造政治手腕啊，社會言論。咁佢製造咗呢樣嘢好好喎，令到佢有一個希望可以幫得到佢。但係佢喺一個嚴重嘅劫嘅10年，33到42歲嚴重交友劫，43到52歲再觸及先天文昌化忌，10年文昌化忌，佢再上訴期間嘅劫裏邊都仲係喺人生大劫裏邊，所以到最後上訴失敗咗。咁當然啦，呢個係菲律賓嘅事，大家可能嬲菲律賓呢個國家，佢有硬食咗呢隻死貓，佢有冇做犯法嘅？可以有，但係問題嗰刻冇，但係問題適應咗呢隻死貓，佢個劫真係掃住落嚟嘅。53到62歲繼續係行緊劫，仲要連續3年犯嚴重小人。有機會出現身體毛病可能腎或者其他身體毛病。佢真正有貴人資助，淨係得2029年，同埋踏入63歲之後，即係就算要發生都係2035或者29。咁有冇得出翻嚟嗰2年？有冇得交友或者菲律賓政府轉人大赦或者其他嘢唔知。呢3年都好難過，佢喺裏邊都嚴重地犯小人。咁人生就係咁噶啦，佢本身43到52歲策劃咗一次有機會可以喺 Facebook 度攞到一啲溝通而反駁，但係咁啱上訴嗰年又係瀨嘢嘅因為咧佢踩住啲文昌文曲咧，2019跟住之後咧2021呢啲全部都係冇得搞，輸嘅。喺19、20、21嗰啲咧，絕對係輸嘅，冇辦法。咁佢食咗落喺呢一啲劫裏邊咧，去上訴咧，個時機係唔準確。如果一個人有一個肯定嘅命局，如果惹咗官非，我哋都喺某一啲時間裏邊去睇邊一個 timing 可以有機會解除個官非劫，或者邊樣時間去判決，我哋係最容易有機會走得甩嘅。好可惜嘅，我覺得真係冤獄機率都8、9成，但係佢有冇做踩界？佢性格上高，做一啲踩界犯法嘅，佢有。但係呢一件事裏邊發生過一個年裏邊、月裏邊，我覺得就真係俾人錯嘅機率好高。但係會唔會佢去菲律賓係策劃緊其他會犯法嘅嘢？係有可能。我真係咁樣睇。但係問題而家個答案真係冤獄咗就係冤獄咗，救嘅時間亦都過咗。咁而家喺呢個運裏邊，暫時冇得救，除非真係29或者35年之後，都好多年後。咁我相信
有網友話仲在生嘅咁呢3年有犯少人嘅，只係同出邊斷絕咗來往，冇辦法。咁我相信咧佢咧都有啲不屈不撓精神嘅，佢都會諗辦法，可能再重新會發生其他事，睇下有冇解救。咁睇下真係有冇機會下一個 round 有機會出現有啲轉變嘅轉捩點嘅話咧，就真係睇下2029過後咯。咁多謝大家收聽，亦都多謝網友俾意見。如果你哋提供到某一啲人嘅年月日，唔需要俾時辰我噶啦，你有年月日確實到個年月日咧，我一樣有辦法去揾到嗰個人嘅時辰嘅。咁多謝大家收聽，呢個就係我喺佢命盤上高睇到嘅見解。